后来继续来看高雄一间饭店方指控是无合法的防疫旅馆，收30外的外籍专员来做居家检疫，但是竟然甲一般的旅客来参揽，住伫同一层楼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高雄市政府专门来清查，但是要出发去清查进前，竟然是通风报信，先甲饭店的业者来通知。议员痛骂讲，这根本就是拍假球，完全无可信度。立即去大个所在发现讲，走廊有椅仔，佮有放便当、药、生活用品，才发现讲，伊甲居家检疫个人住伫同一站。想要趁国庆年假的钱，高雄这间饭店互人检举，竟然被查出来讲根本毋是合法的防疫旅馆，就惊讲有其他饭店违法收留居家检疫的人，市政府大动作要清查全市业者，验搁伫咧出发进前。交好心公务局要稽查时，佮事先通知，无得较有问题业者早就做好准备啊。事先的通风报信，他能够检查出哪一间有任何的违法吗？难怪他们礼拜一检查完的时候是完全的合法。出发前拢会先通知，还告诉这些业者他会跟他联络。请问一下，这样的稽查有效果吗？议员批评讲，安尼做嘛，无管讲清查衰，结果拢无问题，根本是伫拍假球。尽管同仁解释是为了要求效率才采取这样的措施，但是造成社会观感的不佳，观光局会立刻检讨。局长亲自说明，承认讲有疏失，抑过外地人去高雄佚佗嘛是会烦恼，就惊讲防疫若真正出现问题，恐惊疫情会为饭店爆发出来。